人生冇咩可以比嘅，若比相貌，我哋都會老去；若比財富，我哋都會失去；若比生命，我哋最終都會離開呢個世界。我哋每個人都係呢個世界嘅體驗者，體驗過之後，靜靜離去。人生邊有真嘅完美啊？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同健康，呢場人生你就已經贏咗一大半。至於其他，有則錦上添花，無則依舊芳華。每個人能夠承受嘅重量唔一樣，唔好用自己嘅想像去輕易評價人哋經歷嘅人生，亦都唔好企喺自己嘅角度去評判人哋嘅選擇，因為你根本就唔知道人哋到底經歷咗啲乜嘢。你永遠冇可能真正了解一個人嘅，除非你着過佢嘅鞋，行過佢行嘅路，企喺佢角度去思考問題。但係當你行過佢嘅路嘅時候，你可能會覺得好難過。當你處於人生一個好痛苦嘅階段嘅時候，只會胡思亂想，精神嚴重內耗。只要你出門行下，多啲同人傾下偈，呼吸下新鮮空氣，曬下太陽，仲有食多啲好食嘅嘢，慢慢就會有力量啦。凡事睇開啲，你跑唔喐嘅時候就行，行唔喐嘅時候就坐。人生冇過唔去嘅坑㗎，唔好垂頭喪氣啦，好嗎？往前走，咪回頭。一般前半生唔順嘅人，佢嘅後半生都會過得好幸福啊！日後盡量